今日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各種飲品嘅日文名稱。呢度有部自動售賣機，自動售賣機叫做自動販売機。藍色字嗰啲寫住冷たい，即係凍嘢飲，下邊嘅あったかい即係暖嘢。首先我哋將銀仔入落去先，個機着咗，你就可以揀嘢飲啦。我哋試下揀支水，水嘅日文係水。然之後我哋試下買第二樣嘢，我哋試下買蔬菜汁。野菜ジュース。再試下隔籬嘅奶茶。ミルクティー。跟住買可樂。コーラ。跟住試下買檸檬汁。レモンジュース。然之後再試下買橙汁。オレンジジュース。跟住買一支運動之後補充電解質嘅運動飲料。スポーツドリンク。然之後買支梳打水。炭酸水。隔離有碳酸燒酒。チューハイ。同埋啤酒。ビール。下邊有士多啤梨牛奶。いちごミルク。同埋可可。ココア。如果賣晒嘅話，我哋叫做売り切れ。我哋可以揀過另外一支，揀咗隔離嘅牛奶。牛乳。揀隔離嘅蘋果汁。リンゴジュース。再入錢買葡萄汁。葡萄汁買晒喎，我哋再揀隔離嗰支。ぶどうジュース。下邊嗰行有紅豆湯。おしるこ。熱嘢飲仲有粟米湯。コーンスープ。最後仲有咖啡。コーヒー。紅茶。紅茶。同埋綠茶。綠茶。飲品嘅名稱列表同埋呢個自動售賣機都可以喺我哋嘅網頁度揾得返㗎。我哋學校東大前嘅免費網上日語版已經重新整理過，歡迎大家到以下嘅網址發掘更多唔同嘅教材。如果有問題嘅話，仲可以留言俾我哋添㗎。